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阿希呢個頻道，今日介紹一間西貢半山位置嘅700尺地下單位，兩廠間隔，車泊門口啦。租金16000，有個樓梯底啦，可以放下雜物。客廁左乾濕分離啦。呢個位置都好受外國人同埋中國人都好喜歡呢個位置，有村巴啦，寵物可以，貓狗都可以。租金16000。有興趣嘅朋友就聯絡我啦，多謝晒。